再来看嘉义市，伫即届风台过了咧，有上万丛路边的树啊，拢互风甲扇倒去。因为这数量呢实在伤济啊，所以市政府佮专工规划一个风灾树木的集中场。嘉义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会配合厂商，把这个树啊当作是燃料来代替涂炭，互受损的树啊会当搁再循环利用。工作人员透过大型机具，把倒去的树啊集中放伫空地，才读到要一楼宽的树木，拢是即个予台南市风台吹倒去的。因为数量上过多，就有民众摕翕相机来记录这的状况。我们是嘉义木都啦，对，所以我们木啊，或者是这些植物类的，甚至是公园树木最多。对，结果看到这么大，然后这个要多少年？看了真的很不舍呢。家己是伫风台过了后，为着要清除倒去的树啊，有专门设置一个倒树的集中场。家己是环保局会配合厂商来气化，暗算破碎这的树啊了后，再搁摕来生产代替涂炭的燃料，或者倒去的树啊发挥最后的用途。本市委托厂商进行废木材去化，后续厂商将透过破碎分选等程序，将其废木材制成燃料，以取代煤炭，以利资源循环再利用。集中要处理的倒树啊内底，阁有真侪是几落十吨的大树。市政府表示，初步估算市内有上万丛的树啊，因为这个风台来倒去，用要占家己市树啊数量的1/3，避免影响市民的生活，所以才会集中放做伙，互厂商豆豆啊来处理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